亚德鲁古国家公园因为大地动了后，即马已经暂时关起来啊，爱互大自然甲土地休困。亚最近春天到位，花长得开，合欢山4月13布产花季敢会照常，敢会开放，目前是也未确定，等得评估。另外，地动线、玉山也有雪霸国家公园虽讲无关起来，也毋过国家公园署有建议民众大地动线即马搁在落雨，为着安全，最近是尽量莫上山。 就伫去日到台湾上山顶的所在时阵，一阵天摇地动，互山顶的山友讲特别惊死。某山友伫行玉山的前方的时阵，忽然间就拄着海甲有够厉害，地动造成山壁崩落，规个是烟蓬蓬，石头嘛一直落落来。山友嘛是较紧准备脱退，较安全。另外，这个山友是伫去日山顶无偌久了后，落来到海拔3900公尺的时阵，拄着威力真大的地动，很大哈。 地震了，那边山崩也没有到山崩啊，滚了一堆石头下来，很震。另外，伫雪山顶山口的镜头群是落着原本平静无水分的大水池，是开始海甲真厉害，互水规个拢满出来画面。真侪人都咧问讲，地动过后敢会当去爬玉山？国家公园署讲，目前玉山和雪霸国家公园拢维持开放，但嘛是建议民众避免上山，莫一时一刻。山会永远在那个地方。 我们还是希望等状况比较安全的时候再上山。那你如果一定要上去的话，我们还是呼吁要注意自身安全。另外，海拔较低的国家森林游乐区，在大地震过后，林业保育署本地各封3座，其中太平山是封2天，在花莲的宜兰福原是封3天，会检视园内步道和另外道路安全了再开放。要是有余震发生，或者是有其他的烟尘扬起，或者有一些崩塌的状况的时候，要适时的去赶快回避，回到一个安全的处所了。这边受到重创的太鲁阁国家公园嘛是维持封园，不过合欢山嘛伫咧内面，接落来都是高山布产花季，敢会定开放。国家公园署讲，目前太管处是派人在巡检，会看状况一步一步、一区一区来开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